翻到嚟古今中外嘅市場回顧環節，喺廣告之前都同大家提到啦，今日咧唔單止美國股市，我哋加拿大股市咧都有好多咧評級被上調嘅呢一啲股票新聞。咁今日咧就為大家咧詳盡咁分析。首先你講咗美國股市方面先，咁麥當勞咧今日咧係道指成分股之中咧表現最好嘅一隻，其中咧主要因為佢哋公布咗咧2月份咧同店銷售平均嚟講升咗4.8%。咁啊當中咧嚟自日本、中國、澳洲方面嘅銷售咧，其實係抵消咗咧美國本土銷售額嘅疲弱㗎。嗱，美國咧喺2月份銷售咧只係升咗0.6%嘅啫，但係咧亞洲、中東以及非洲國家嗰邊咧銷售就大幅上升，超過10%。而喺歐洲方面亦都唔錯，咁升幅咧達到5.4%㗎。而麥當勞嘅股價咧今日亦都升咗1個4毫5，咁去到65個1毫2一股啊！你話呢一個銷售報告係唔係好咧？其實見到好嘅地方，只不過係美國以外嘅啫。唔係呢個大家眾所周知嘅，但你睇下麥當勞咁大間公司，麥當勞有32,000間嘅麥當勞分店啦嚇，分佈喺全100個國家以外嘅。咁如果你睇麥當勞咁大間公司啊，佢反應得好快，尤其是呢幾年啊。咁你見到譬如話 Starbucks 同佢爭市場嘅，你見到佢出咗個麥咖啡同佢一處就同佢冚過。而家佢喺個中國市場度咧，今日最得意一句嘢就咩咧？麥當勞話今個禮拜係中國嘅新年啊！佢話咧會好多人去麥當勞幫襯。我心諗我哋中國人咁中意隻麥當勞，食得咁交關咩？我都好詫異。但係咧，你見得到佢而家個 same store sale 咧有4.8%，因為呢類咁嘅鋪頭啊，呢啲咁嘅公司咧，如果經濟繼續保持喺低微或者經濟唔係咁好嗰陣時咧，麥當勞有個好處就點咧？如果你譬如出街食貴嘅餐館去食嘢貴嘅，都父母都會帶啲細路走去呢個麥當勞去食嘢啩咁樣，所以變咗麥當勞嘅佢個同店銷售增加4.8%咧，亦都係十分可觀㗎。OK， 咁咧嗱，如果尤其你覺得經濟麻麻地，增長唔會好大嘅啦，麥當勞嗰啲股票係好保守嘅，而尤其是啊。我寧願揸麥當勞啊，好過你揸個政府債券啊！如果你話大家同埋坐10年啦，我寧願麥當勞會回報率加埋佢息咧，係好過政府債券好多嘅。其實咧唔少嘅股票咧喺經濟唔好嘅時候咧，其實都有受惠，特別係一啲譬如假設咧係一啲 discount 嘅 store 或者咧 dollar store 咁樣呢啲咧，因為經濟唔好嘅時候咧，都會反而咧選購一啲咧廉價嘅物品。麥當勞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，所以喺今次嚟講嘅一個金融風暴咧做得都唔錯。嗱，咁另外一隻股票要為大家介紹咧就係 Cisco， 今日表現都唔弱。咁啊 JP Morgan 咧將 Cisco 咧評為 overweight 嘅中文咧就增持，目標價格咧去到28蚊美元。咁啊 JP Morgan 就話咧認為 Cisco 咧喺手提電話咧以及伺服器嘅領域上面，將來嘅大幅需求上升咧將會對 Cisco 有利。而 Cisco 嘅股價咧今日升咗93個美元或者3%，咁收報26個1毫4美元一股㗎。係啦，今日 Cisco 咧佢收市嗰陣時話宣佈有啲新嘅產品啊，係俾人哋可以高速上網嘅。而家其實個市場個個都想 high speed 咁嘅 Cisco 其實摸正呢個路線咧，佢前景係十分樂觀㗎。好啦，另外一隻咧加拿大嘅股票啦 ，RIM 咧同樣因為受到咧評級上調帶動股價上升㗎。咁 BMO 咧就將 RIM 嘅由大盤表現咧上調至到跑贏大盤表現，而且咧亦都將目標價格咧由70蚊咧上調去到88蚊一股。咁啊 BMO 就話咧認為 BlackBerry 嘅手機咧可以持續為 RIM 帶嚟可觀嘅利潤，而且咧前景都係明朗㗎。咁 RIM 咧今日股價升咗3個9或者5%，咁收報73個4一股，同 BMO 而家嘅目標價格咧其實仲有成接近20%嘅距離喎。係啦，嗱呢個 analyst 係 BMO 嘅叫 Tim Long 啊嚇。嗱呢個嘢個 history 咧就係點咧 ？BMO 喺65蚊美金一股嗰陣時咧，佢叫人哋唔好買住喎。而家係而家 Nasdaq 唔係而家嗰個 Research Motion 喺度成70蚊咧，佢話佢就睇好啦，我睇88蚊一股啦咁樣。嗱，其實咧 Research Motion 啲人開始睇好佢就乜嘢咧？就個開頭就驚嗰個 N 嗰個災風嗰啲會搶到嗰個智能電話嘅市場啊嘛。然點知而家最近啊 Apple 告呢個 HTC 添，即係如果你嗰啲公司想打入呢個智能市場咧，唔係咁容易㗎。你而家仲俾人哋告你話你盜用版權啊！咁而家你睇翻佢淨得2個最大嘅嘅產品商，一個就蘋果，一個 Research Motion。如果根本冇人打入 RIM 嗰
嗰個business market 嗰度咧，咁變咗 REIM 個 market 係好穩定嘅，所以咧我哋用技術性上嚟分析㗎。喺舊年8月啊 ，Research in Motion 而家個業績麻麻地，由83蚊一跌到72、73啊，咁呢個有個大 gap 喺度㗎。而家今日一破翻73咧，好應該咧就喺不久嘅將來，你會見到82、83嘅隻股票。咁其實咧 REIM 咧主要咧係專攻住咧商業嘅市場，或者咧話 iPhone 咧仍然咧都係比較年輕一代啦，或者係消費類嘅休閒類嘅，咁所以咧 REIM 嘅前景確實咧係比較可以話 specialize 咗喺佢自己呢一個業務方面㗎。咁另外咧 Nelson 今日都會介紹另一隻嘅加拿大礦業類股，關於銅價方面嘅 QUA。係啊，嗱，呢個 Quadra Mine 就Quadra Mine 就咩咧？就喺個溫哥華嘅一隻礦股嚟㗎。點解我今日特別要提佢咧？嗱，大家最近留意啲銅賣到成3個4毫半一磅啊！咁咧就 Quadra Mine 今日宣布同全世界用銅最多嘅公司，就係咧嗰間公司叫做中國電網公司嚟㗎。咁嗱，你要問我中文名我就答唔到你啦。咁樣佢咧就叫 State Grid Corporation 㗎。嗱，如果你好多時我哋揸車出公路度啊，你見到好多啲大嘅發電網嗰個纜嗰度啊，嗰啲就叫 grid 啊，嗰啲就係用嗰啲 grid 輸送呢個電能㗎。咁你中國因為發展咧，繼續用電好多㗎，咁啊變咗咧，佢就同 Quadra Mine 有個 deal 就點樣咧？佢出900個 million， 即係9億元美金，俾 Quadra Mine 喺智利嗰度發展2個銅礦。呢2個銅礦喺有地下儲存咧有250個 million， 即係2億5千萬至4億磅嘅銅㗎。呢個係夠中國嘅銅嘅需求㗎。呢個中國每年啊用銅用幾咧？用80萬噸出銅啊，係好緊要㗎。咁中國你就點樣咧？佢就同一個 mining company，OK，我俾錢你發展呢個銅，然後你運出嚟俾我用。咁然後咧，同時咧，佢亦都同呢個 QUA 咧就買咗 10% 嘅股票，13個9毫1隻股啊。咁呢隻股票咧就未來嗰10年8年啊，好穩定嘅，因為中國買佢 10% 股票，然後佢智利生產嘅銅咧，直接可以賣俾中國。所以咧，如果你想揀間冇咁大風險嘅銅股咧，呢隻值得可以睇下㗎。不過要同你個投資顧問講過先啊。好啊，另外咧，至於醫療類股方面咧，保險業者今日咧普遍都係下跌㗎。咁主要因為咧，總統奧巴馬啦喺費城做訪問嘅時候咧，大力抨擊咧呢一啲保險公司咧收取高嘅保費，咁希望咧可以催谷咧國會通過呢一個45年以嚟美國最大嘅健保系統改革方案。咁啊，今次咧奧巴馬嘅言論咧已經令到一啲保險股今日走低，咁當中咧包括住 Aetna、Wellpoint 以及咧 Humana 等等。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咧，今日其實大市咧都係低。你話係咪完全關奧巴馬事咧？又唔係實在未必嘅。咁啊，大家繼續留意下咧，到底咧奧巴馬呢個改革方案能唔能夠通過啊？咁今日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咁不如我哋聽晚同樣時間再見啦。拜拜。